中東局勢動盪，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之下，最驚嘅會係邊個國家呢？ Let's show it and know。大家好啊，我係 Kiwin， 歡迎嚟到 Check 真啲。日本政壇經歷完所謂嘅大勝之後，似乎就麻煩不斷啦。先係高市內閣深陷送禮醜聞，日元貶值問題，亦都導致政府喺經濟問題上出現越嚟越顯性化嘅政策分歧。2月28號，隨住炮火之聲，美伊衝突升級。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首次實施真正意義上嘅全面歧視性通行控制，只放行包括中、俄等少數國家郵輪通行。美國啦、以色列啦、歐洲國家，包括日本在內嘅多個亞洲國家嘅郵輪，都係被封鎖嘅目標範圍內。郵輪運量大跌超過咗80%咁多，通行嘅船隻數量已經降到咗個位數水平。呢場突如其來嘅危機對極度依賴中東原油嘅日本造成嘅衝擊係致命㗎。當下呢個危機就好似 buff 一樣疊加咗喺日本身上，亦因為如此，殺傷力遠唔止係一次能源危機啊！首先要睇一下日本原先嘅能源來源有邊啲啊？日本依賴嘅能源咧，分別有石油、液化天然氣同埋煤炭，其中石油超過90%都係嚟自於中東國家嘅。液化天然氣同煤炭嘅最大來源國都係澳大利亞，而三大能源當中，日本使用最多嘅係石油，佔到各類能源比例嘅差唔多40%咁多。其次就係煤炭啦，佔到2成半左右，仲有2成左右係天然氣。再嚟睇一下日本喺三大能源上邊嘅戰略儲備情況。根據日本能源研究機構同美國 EIA 嘅數據綜合，日本石油方面國家戰略儲備再加企業庫存一齊，最多可以維持250幾日，煤炭嘅庫存咧大約可以維持30日，而 LNG 就只有2到3個星期嘅儲儲量。喺石油方面，霍爾木茲海峽受到封鎖之後，日本嘅石油短期內好難揾到替代供應方，幾乎可以話係處於靠住存儲維繫嘅狀態。中東路線一斷，替代路線都好有限，繞道好望角太遠，北極東北航道季節性太強。中亞陸海聯運成本太高太麻煩，呢啲通道距離大增，運力受限，成本又上升咗，只可以作為輔助，根本就頂唔到原先嘅規模。俄羅斯嘅遠東油氣原本係可以救下急嘅，但係日本先前又參與對俄嘅制裁啦，凍結資產、援烏、堅持領土爭議，合作關係全面破裂晒。俄方未必會咁樣評價供油，仲可能會加啲苛刻條件。美國頁岩油亦都可能係可以加工嘅，但係代價就係日本要做美國嘅馬前卒啦，配合制裁委內瑞拉，公開撐美國，咁咪即係令能源外交完全失去咗自主，惡化同拉美嘅關係，仲要被綁上美國嘅戰車。喺 LNG 方面，由於日本嘅地質條件所限，其國內根本就冇底下嘅儲存庫，只可以靠住一啲可憐嘅儲存罐。而日本電力對石油同 LNG 嘅依賴係非常嚴重㗎，所以中東通道被封之後，卡塔爾嘅 LNG 都運唔到入嚟。再加上石油呢個 buff， 日本就預計大概喺霍爾木茲海峽被封2到4個星期之內，日本國內嘅電廠就需要降負荷運作，電價會飆升啊！1到3個月內要增加煤炭發電，仲可能要重啟部分嘅核電，否則就會出現電價大幅度上漲同埋工業限電嘅情況。嗰陣日本嘅 GDP 就會明顯咁下降啦。但係核電重啟同民生經濟嘅緊急救助邊有咁易啊？資源嘅錯配令到日本經濟長期脆弱性越嚟越深啦。2026財年，日本軍費高達9.04萬億日元啦，佔咗 GDP 嘅超2%。大力發展遠程嘅打擊能力，仲要放寬軍備出口到12個國家，錢使晒喺軍事度，直接擠佔民生同能源安全投入。核電重啟受阻，2030年可再生能源目標進展慢，能源進口多元化做得極差，導致有95%嘅原油都嚟自於中東嘅，超過70%係經過霍爾木茲㗎。日本財政早就被軍費拖殘咗啦，海峽一封啦，根本就無力救市，淨係得返254日嘅石油儲備，頂唔住油價上漲帶嚟嘅通脹衝擊咯。唔好忘記，目前日本經濟仲有一個大 buff 疊加住啊，就係中國對佢哋嘅軍民兩用物項嘅制裁。作為資源極度貧乏嘅國家，本應該專注於能源安全、產業穩定㗎啦。但係高市早苗政府執意去抗軍，討論擁核選項，盲目咁樣跟隨美國挑動地區緊張。
中國隨即就對三菱重工等20間嘅日本企業實施咗稀土半導體設備出口管制，直擊高科技產業嘅死穴啦。若果稀土管制持續1年咁多，日本可能會損失2.6萬億日元 ，GDP 會跌0.43%。再加上霍爾木茲一鎖，能源價格暴升，雙重夾擊之下 ，GDP 有機會再跌3%啊！日本想借美國突破戰後秩序，又想保住經貿同埋能源供應，兩頭都唔到岸，最終四面受敵咯。總嘅嚟講，霍爾木茲海峽危機時間拖得越耐，日本就越難頂啊！對伊朗作戰，美國想速戰速決，點知都失敗咗啦。特朗普又3日收工，改口話可能要打1個月，甚至要動用到地面部隊。戰火燒到咗阿聯酋、卡塔爾等駐美軍嘅海灣國家。作為美國最忠心嘅亞太盟友，日本之後應該點算呢？今日先傾到呢度，再見。